有网友伫社群平台指出讲，台湾的学校出现几个共产党的组织，佮有建中共产党等39间高中的联合会。也毋过，这个团体是声明强调讲，因甲中国共产党无关系，嘛无认同中国现在的共产制度。陆委会是强调讲，少年人对共产主义会有幻想，也毋过理论甲现实真差是真济，学生会当加去了解。 那场校徽加做红色中的代志，也加做共产党标志。IG 顶员公开笑话，建中共产党最近伫社群引起讨论。你会想到马克思主义，还是说共产主义，还是中国共产党？这应该就是马克思主义。男校本身就是会有蛮多无厘头的事情发生，所以就是蛮多事情都是笑话，有些时候笑话闹过头就会变成一些事件。有这个社团吗？也没有。 访问建中的学生大部分表示，对这社群无伤过大兴趣，无听过有这社团。不过因为建中共产党在内，成功永春内山有39校，共入台湾校际共产联合会，深受违规。即卖法令，陆委会主委杨文杰讲，未用法律眼光来看这代志。 年轻人对共产主义有幻想啊，其实我觉得是蛮正常的。但是理论跟现实是天差地远。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更多去了解共产党是怎么走向专制独裁，那尤其是史达林跟毛泽东的这个恐怖统治是怎么来的。 看建中共产党大部分都因知影2022年创立，2023年3月了都无过更新，因为引起社会关注。伊相信声明甲中国共产党无关系，佫无认同中国即卖共产制度。并台大研究生协会会长柯冠杰为高中教研究所投入社会运动，认为若敢若单纯就价值理论论述，是学术性社团免着惊。不同的意识形态。 对于当代社会的反思都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应该避免跟对台湾的主权有明显威胁的国家或政权结合在一起。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，经过甲建中成功等校查证，拢是学校学生社团，强调学生组织若要代表学校，或者是使用学校标志校徽，应该向学校报备。无经过许可使用，恐惊造成侵权行为。校方应该以尊重多元、守护民主做基础，辅导协助学生校园民主参加机制，引导学生批判思考公民政治，甲政党参加的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